一段情，等到最后也是等无你回头。你不愿留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藏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你的了解，谁知影已经是伤害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真孤单，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。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你若无安尼倒就较快活。妍啦，我都还阁真好咧，袂忝啦。阿母，食一个饭好无？来啦，我甲阿母饲啊，来阿母来。饭光的灶骹就好，啊，我若枵我则家己来去食啦。母啊，你是人倒位咧无爽快啦，要无吼，我带你去医生看好无？不要紧啦，因早早去食饭啊。大宝搁咧跪呢，也未食饭的，赶快叫伊起来。阿母，等下来了才甲我叫吼。好啦，我给你食饭。我问你，你是要甲你阿妈偷来钱？无啊，我无偷你钱啊！你敢讲无？我都亲目睭看，你还要搁当面讲无啊？你这样要骗跑你啊！创啥啦？是我叫伊牵阿妈入来食饭的啦，啊钱要弄出来，捡来敢唔对哦？来宝，敢是安尼？对啊，是真实的啊！你看，来宝无甲你骗啦。好，你若真要答应，那要干呢哦？啊，水在你啦！等下，你唔食饭要伫对啊？我说条条啦。来，等下，骹手去洗洗吼，你要食饭啦。你阿爸唔食吼，咱家己食啦。地主目的啊，要甲你要去，你着保庇阮阿母身体会当安尼健康、勇勇健健。我甲你拜托，要求你，你着保庇，保庇。无推啊！无推啊！无推啊！我啥？啊，恁老母有伫个无？哪会无啦？啊，当然身体也无好啦。啊，无当伊田的做事，伊毋但厝，伊是要去倒位？有伫个就好，有伫个就好啦。啊，你菜是安怎样？无啦，无啦。无有道理哦。听无？恁老母真奇怪呢，啊，看着我来啊，做下飞咧哈。对啦，恁老母菜哪毋知缀什么物件啦，敢若亲像惊人看，佫惊人知呢。七十、50，来，搁食吼。30。哦，两母仔囝咧算数啊？哦啥？你有代志吼？啊无啦，啊我都要来找阿 Q 啦，伊敢有伫个？伊伫房间啊。安尼无我来房间找伊啦吼。啊，啊来宝啊，愈来愈大汉咯。哪会哪大汉啊？佫哪无生这木腿啊？佫敢若袂输别人的囝。哎呦，阿母，伊拢讲我唔生你啦，实在有够气的啦。好，莫插你啊，你听伊咧后面讲。
巧啊，阿菜啊，等你摕菜要来花放去灶骹就好啊，你摕到房间来。无啦，都吼。什么代志你讲啊？我想讲要来拜托你啦，甲送一包物件啦，物件，一包金仔啦。今晚你也摕到我遮来。阿巧啊，无讲你都毋知影。我安尼哦，自做查某囡仔时阵，一直业一直欠，业到这当阵哦，才有这包金仔。顶2天啊后，阮囝讲要欠钱啦，讲要卖田，叫我着甲答应啦。我毋甲答吼，伊着袂成啊。伊知影讲我有这包金仔，一直要甲我抄出来。我安尼哦，去田的就爱放在身躯边，若暗时困哦，我着爱甲抹掉了。你就放在家己的身躯边，安尼就好啊。你摕来我才是要创啥？哟啊，你都毋知咧，公囝伊安尼哦，装钱装到安尼目痴目黄，你目睭哦，就要变小狗目啊！我若是哦叫拄着，互伊看到这包囝，伊绝对会甲我抢了的啦。你囝落欠名钱，你爱甲伊斗拍算者，安尼嘛是对啊。也不好无大要紧，佮带着迄个夭寿的新妇，我的财产啊吼，早晚哦会去互因无伊啦。有来放在我遮啦。票啊，我即马哦，都敢若相信你一个尔。你千万哦，都毋通甲我讲你啊讲咧，伊会嫉妒我哦。我惊讲伊走去甲阮囝讲，阮阿女啊，毋是就像你安尼讲安尼啦。好啦，改面装开，无人会知影啦。可以啦，不要紧啦。唉，搁咧生气啊？我若要起来报啊，早我就带断老囡仔。就讲我伫咧讲你生迄个囡仔，生到爱讲白贼话啦，爱偷摕钱啦。咱家己一个囝尔，加生一寡，也袂过分啊。你若要甲养成迄款歹习惯哦，毋是伫咧请伊啦，是伫咧害伊啦。我即马是敢上烦恼阿母啦，伊的身体安尼一天一天伊衰弱落去。我嘛有叫阿母去看医生，伊拢无，我嘛足烦恼的呢。恁老母即马，阮老母嘛手是较歹啦，啊，毋过身体还阁真勇。人哦，若食老哦，就无一步好。即马就咧想这，食老若有伴吼，都袂孤单啦。所以即马身体爱小顾咧。啊对啊，今仔日吼，阿菜有来找阿母呢。伫咧路我嘛是有拄着，伊来找阿母要创啥？我哪会知？伊向向走去阿母的房间，也毋知甲阿母讲啥。我伫咧路时我有拄着伊，伊手哦掼一卡菜那呢黄叶哦，敢袂出惊人看着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我是惊讲，伊甲阿母毋知使用啥物歹话。内母讲哦，阿菜在台面看到伊，就讲伊甲恁生做无共款的。即马听甲内母，拢家己怀疑家己身世啊。真是安尼讲，我足惊阿母会听伊的话，安尼阿母若较早呀，早就知啊啦，哪有人劝到即马，免惊啦。推的。啊，我想讲，互内部去台北读书，你看好无？你后来不要去台北读书啊？嗯。啊，啉一下茶啦。啊。我昨甲你讲代志，你想安怎？什么代志？互内部去台北读册啊？啊，这个遐久啊，你烦恼这要做。阿丽啊，你是安怎样？人无啥爽快，
啊是倒位咧无爽快啦？敢若是为款啦。胃哦，哈，你就是安尼啦，一天到晚拢食迄个剩来饭菜哦，才会腹肚疼。阿母最近食较少，啊，剩来饭菜我若无轻轻食咧，无菜啦。阿孙呢？安怎？我拄好去房间吼，家己照镜，安怎看着无像我阿爸甲阿母咧？当然嘛是无共款。啊，你一半像恁阿爸，啊一半像恁阿母，啊要哪会共款啊？啊，毋过我出去拢互别人讲，我毋是因亲生的。啊，你是讲迄个阿菜啊讲哦？哎哟，待咧阿菜去喙乌白讲，戆孙啊，你毋通乌白听人话，吼，有听无？去读书，好，啊认真读书做牛人，吼。好啊。听卖，乖孙吼。你若无去房间困啊？我就咧听等无退也转来啊。阿母，我在遮有啥物代志啦？无退啊。哈。我的身体吼，愈来愈歹啊！我若过身去了啊！阿母，你若安尼讲，阿母，你莫想遐济啦。恁点点拢听我讲，我家己的身体，我家己知影。佮再讲，这条路早晚爱行。我若死了啊，凊彩甲我烧烧咧，啊，骨豆腐甲我夜昏残血，安尼较清气心啦。阿母，无代无志，讲这是要创啥？无退啊！我讲话，啊，你会记哩无？啊？会啦。阿蕊啊！我有话要甲你讲，你甲我斗阵入来去一下。爱你。应该有该行到心痛，痛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阿母，你有啥物话要甲我讲啊？阿蕊，你永远都唔通互内爸知伊家己的身世。阿母，你拢知影？阿母，我真不好，我骗你遮多年，我是不得已的，请你原谅我。阿蕊，你是我一个好媳妇，起来。我有一件代志要来拜托你。阿母，你莫安尼讲啊！有啥物代志做你还我一定做到到。内爸是我的孙，后日内爸若大汉，就爱替咱林家团庄接待。我知影。面床骹遐有一包物件，迄是阿菜啊寄的，你甲收起来。另工你才摕行伊，阿母是啥物物啊？是金仔。金仔。月啊，阿母拄则有交代哦，咱溪埔迄块园啊，会当种一寡土豆啊。好啊，你看你要种安尼就去种啊。啊，母爱困，你哪无爱带你房间困啦？所以坐等遮困，甲吵入去啦。好。阿母，阿母，
吵起来啦！家己老母就是咧惊啥啦？不是啦，我可能是有心啊啦。你有心？啊！你是老爸用咋讲啦？阿母欢喜一下啦！阿母啊，你紧欢喜一下啦！你后生啦！你后生啦！阿母，我有心啊！阿母啊，你也要安心啊啦！阿母。 咱从阿母甲火葬，规庄仔内人就已经讲啊足歹听啦。只要搁将阿母的骨头摕去田仔压，有时到我若无命甲臭头我死哩。不过啊，这阁是阿母的心愿，无照意思做阁袂用钱，我家己嘛唔知要安怎。照阿母的方法去做，别让人知影就好啊。其实吼，这话拢是迄个阿菜欧巴桑咧后面讲的。 阿莫会知影，你听较太平啊！哼，讲解咧，我捌送，迄支嘴拢佮敢若广播电台，心肝佮有够歹。这老查某，早晚拢会甲教死。你也知呢，我自细汉哦到即马，我看伊毋捌讲惊过啥物人。你要教死，我看较慢。你也是家巴肚内囡仔顾好较要紧。我知啦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安怎？来过安怎？ 有鬼啦！等你黑白讲是咧讲啥？我看到阿嬷伫伊的房间啦。伫倒？都拢总无看啊！是啥物人？你紧出来哦！无我是要离开派出所，紧出来！是我啦。是我送你哦！啊，你这样嘛来阮兜创啥？ 算不啦吼，恁母啊吼，甲我托梦啦，讲叫我来看伊啦，歹势啦，误会啦，误会啦。无对啊，恁母啊，敢无甲你交代啥？我的迄落。但你即摆是咧讲啥物啦？好啦好啦，无吼，连讲哦，等恁母啊，若有甲我搁托梦的时，我再过来啦吼。无啦，我啥？再过来。我啥？阿母是安怎拢会甲别人托梦？ 是安怎啦？我转来甲我托梦啦！你听伊咧后面讲，阿母哪会托梦互伊？啊，无伊这夜嘛来遮创啥？做贼啦！做贼！等阿母出内面，也无啥物价值物件通互搬啊！唉，我实在是真后悔。想讲今仔放的阿 Q 啊遐哦，都是上稳当的啊！哪会知影讲代志会变安尼？ 我来摇。身体哦，让我放掉。你家在。 互恁祖妈看到，啊若无恁祖妈的棺材本都无去啊！我低头咧，也毋爽。哎呦，对
用这红啊吼甲我缀咧哦，我的宝贝啦。哇，安那拢壁虎，安那拢全虎啦，哈，啊这是啥呢？哎呦，啊这嘛叫我骨头，哎呦！哎呦，阿舅啊，我毋是挑故意的啦，咱好厝边吼，你毋通找我算账咧哈！哎呦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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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赔我母诶！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，爱情拢是掠人是冤错。为何我有讲要出的话，等你一声，等到心落雪，也是